最近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案例啦，突然間咧暴瘦得非常嚴重，頭兩次嘅檢測嘅時候咧，部機都 error，度唔到任何嘅數字，即係已經爆標噶。啱啱治療咗大約2個禮拜左右翻嚟啦，佢尿頻啦、口渴嘅情況咧，亦都已經係減退咗啦，咁亦都係有待繼續去治療跟進嘅。最近有一個比較特別嘅案例啦，50零歲嘅男士嚟嘅，佢多年咧有呢個嘅甲亢問題嘅，咁但係咧近呢2-3個月咧，突然間咧暴瘦得非常嚴重，跌咗磅20幾磅，同時間又出現小便頻繁啦、口渴啦、失眠嘅問題嘅，佢有揾中醫去診治過啦，話佢或者有機會係有出現呢個嘅三高嘅情況嘅。咁呢個病人咧開頭嘅時候咧，我都以為佢係因為甲亢嘅原因咧而導致到佢有暴瘦嘅現象嘅，咁啊做咗一個全身性嘅 CID 檢測之後啦，咁發現咧佢係有呢個嘅自身免疫系統嘅問題。雖然個甲狀腺嘅狀態，即係甲亢嘅問題，同個自身免疫系統嘅問題咧係有相關，但係咧我就覺得唔應該淨係單純係佢個甲狀腺嘅問題。到最後再繼續幫佢檢測落去嘅時候咧，發現咧佢係有呢個嘅胰臟嘅功能出現咗異常。咁我問翻佢平時嘅飲食嘅時候啦，發覺咧佢係好中意食甜嘢嘅。咁啊每日咧可以食好幾碗嘅豆腐花，跟住之後食豆腐、飲豆漿、豆奶，係啦。咁亦都好中意飲糖水嘅。跟住之後就問佢平時有冇做過血糖嘅檢查啊咁樣。咁佢就話俾我聽咧，其實佢10年前咧個血糖好正常嘅，佢太太喺隔籬就梗係笑啦。10年前咁唔係而家啊嘛，咁啊當其時咧，我哋都有幫佢做即係攞部血糖機去幫佢做一個空腹嘅血糖嘅檢測。頭2次嘅檢測嘅時候咧，部機都 error，度唔到任何嘅數字，即係已經爆標噶啦。大概做晒其他所有嘅檢測之後啦，再度嘅時候咧，得出佢個空腹血糖嘅檢測嘅指數咧係33.4度，係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係佢係出現咗一個自身免疫系統嘅糖尿病嘅，就係個自身免疫系統攻擊佢個胰臟，令到佢出現一種我哋叫消渴症嘅問題，就係小便頻繁啦、口渴啦、磅數會減落嚟啦。啱啱治療咗大約2個禮拜左右翻嚟啦，佢現在嘅空腹血糖嘅指數咧係已經降翻落去10，佢尿頻啦、口渴嘅情況咧亦都已經係減退咗啦，咁亦都係有待繼續去治療跟進嘅。